邵雍、邵康节、黄基经世。卵质是输卵管的，受精于输卵管的位置。受精于输卵管的位置。然后受精卵再进入子宫，以着床，再发育生育。阿赖耶识会投入先发育心脏，然后再长6根。10月怀胎，然后再投胎转，再出生。生从何来？就是研究这个，参考邵雍、邵康节、黄基经世、无极之真二五之经，妙合而凝，乾道成染，坤道成凝。佛家的万法归一，道家的报有所依，儒家的执中贯一，耶稣基督教的莫道亲依，回教的伊斯兰教的清真换一。一就是指道。受精卵的受一般都没有手字旁，没有手字旁的。说一阴一阳之谓道，一阴一阳再加上这个先天大道。怎么会用到沙呢？
它是自然的，它是自然的。自然的是变化，然后死亡，因为成住坏空啊，生住异灭，怎么会用到杀呢？生命体自然的成长到衰老到消失啊，生住异灭，成住坏空啊，生老病死。这是有道跟无道的差别，一阴一阳合起来有道就能发展，没有的话就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衰老消灭。直不是那画是平的。一天两天，应该一天2次吧。谈生活分类，应该是说一天2次。先天的五元，元神、元气、元精，南边元神，北边元精，中央为元气，那个气先天气不是这样写，是四面下面4点那个，上面像牙齿一样弯左右弯的那，下面4个点，那是火，元气的气，先天气的气，应该还有右边东边的元性西边的元气，中央的元气，北边的元精，南边的元神。这里面少了一个，这边少了一个，少了它东边的元性，西边的元气，南边的元神有了，北边的元精有了，中间的元气有了，直方向的元精、元气、元神，还少一个横方向，元性、元气。到了后天变得游魂鬼魄，然后视神啊、妄意啊，然后浊精啊。所以修道要还先天，就是后天的五物要还为先天的五元。
坎水啊，这里不是吹，是现在第一行、第二、第三个字坎水才对，不是吹，土字旁的坎水。因为轮回六道轮回之苦，所以要有得名师指点，才能超脱生死轮回之苦啊！三花祭典叫三祭，三花是精气神，金花、银花、千花，三花祭典，三花是精气神，金花应该是指良心本性的自性啊。五巢是五气巢元，五脏元气，五脏之气巢元气，五脏之气由后天的气来巢元，巢元气啊，先天的元气，三五季流季之功这有一些观点也不一定对的，是下面这一部分。这可能看法、想法、立场不同，做参考了。真人静坐是指要我们回光返照，得到名师指点，得到三宝心法，比较容易禅修成功了，有下手处了。也回光返照比较容易找到那个自心一处，那个正法隐藏的地方。经典是帮助渐修的，然后一旦豁然贯通，就是要有名师指点，然后顿悟，所以是要配合的啦，渐修顿悟要配合。然后时节因缘，现在有大普传，能够得三宝心法，受名师指点得三宝心法的，容易开悟啊。然后先得后修，努力就做3000公演800果满，3000公外公，人事方面的，宗教修炼方面的，做功德方面的。度人度众方面的，国内在的修炼，三花祭典无气超远的，格物致知的，转世成智的，改脾气去毛病，除了莫做众善的奉行，修炼的话是不会圆融的，不会圆